苏贤，苏贤，有你一封信，青海省西宁市。你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地方有熟人啊？我问你，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？看来你对我的问话有意见啊。我问你呢，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？苏贤同志，你这样子的说话，出去以后会吃大亏的。这信啊，回头我再给你。等等，你回答我，居委会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回答我，居委会是干什么的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？是谁给你权利私自克扣居民的信件？是谁？你看着啊，我只拿了我自己的信，只拿了我的信，你看到了没有？哎，这地还没扫呢。身体不舒服，一会儿再扫。贤，你好。我们到西宁后，就被分到了8亿农场。这里的条件还可以，可以吃饱，环境要习惯一下。跟上海不一样的是，这里比较干燥，风比较大。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开垦新的土地。这里的土地太辽阔了，但是人烟稀少，和上海的繁荣相比，简直是2个世界。芝，你陈老师今天来了封信，他也给我来了封信，信上写什么了？他就介绍了一下他驻地的情况，说他现在挺好的。信上还说什么了？他让我好好照顾你。还有呢？就这些啊。再没说别的吗？没有，他千叮咛万嘱咐，说让我一定把你照顾好。去哪儿啊？我去厕所。小芝，我在西宁挺好的，这里是西北，来到这里很新鲜。这里就是爱刮风，风一吹，风沙就被吹起，风沙一起，遮天蔽日，很是壮观。我们现在是军事化管理，很可笑，老了，感觉当兵了。这里很干燥，大部分土地都缺乏水分，沙化了。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。旧社会里，她吃过很多苦，你要爱护她。你要明白，母亲一个人把你拉扯长大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。
要什么呀？1份豆腐，2两发糕。多少吃点青菜。给。下班之后老地方见。我来份青菜，1份豆腐，1份发糕。嗯。等了很久了吧？今天我值班，出来晚了。没事。爸妈他们好吗？挺好的。那燕子和三妹呢？也都挺好的。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你今天叫我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要结婚了。因为他是浦东机电厂的电焊车间的调度员，我爸妈特别喜欢他，所以一定要让我娶她。他爱人出车祸去世了，有一个孩子，现在孩子让奶奶给接走了，所以就剩他一个人了。小芝，小芝，你别这样，小芝，你别这样。邹姐，哎，你要结婚了，不管我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也不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，怀不上孩子。她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，她说宁可去碰死。所以，可我一直都想着再回到你身边的。小芝，邹青，你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了。我今天把自己交给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，行吗？
师傅，你排的队伍不是你前期在的窗口。这个周杰真有本事，找人媳妇个个漂亮的嘞。我来吧。妈，不用，我马上就洗完了，你可别再手了。周杰他妈妈不喜欢第一个媳妇儿，喜欢这个。哎呀，是喜欢他。我走了啊。妈，我们回来啦！打酱油都一起去，将来嫁人怎么办呢？我们不嫁人。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嘛。是你的相！不能这么走了，这么走，怎么了？我就这么走了，这个玩意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就这么走了，我就这么走了，怎么了？你帮我下，打了这么你帮我下，你打了哑巴，你帮他了，不帮他，不对，怎么了？就是我去了，你帮我下，你帮我下来了。小素，哎，什么事？你帮我先卖下饭呗，我有点事儿。好，可以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周杰，你干嘛总躲着我？我没躲着你。你一上食堂，就看窗口里是谁在卖饭。如果看到我在这个窗口，你马上就会换另外一个窗口。我没有，就是前几天有人叫我，别听他们乱讲。我不是听别人说的，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。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，我们在一起，别人是会说闲话的，我不会纠缠你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真的没这个意思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到食堂打饭，你该排哪个队就排哪个队，不要因为我去换队，这样就更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那我走了，你吃饭吧。
芝，芝，今天不用上班啊？我今天倒休。那行，多睡一会儿啊。小芝，都中午了还不起床啊？赶紧起床吃饭了。小芝啊，芝，起床吃饭了。哎，起床了，起床。你发烧了，走，我们去医院吧。啊，没事，睡比较好。什么没事？那么烫，赶快去医院吧。听妈话，来，走吧，走吧，来来，乖。先拿药吧。这就完了？完了，感冒发烧嘛，吃点药，要好好的休息休息，多喝点水就行了啊。他为什么发烧还没搞清楚呢？为什么发烧？你得去问他呀。比如晚上被子没盖好，着了凉，就可能会感冒发烧。我开的是退烧感冒药，吃了就会好的啊。小王啊，哎，叫下一个。总得验个血什么的嘛，看看要不要进一步治疗。你开的这些药我都知道，我去药房买不就得了吗？我干嘛还要来医院呢？好，别喊了，我给你开个化验单，去验个血吧。请问化验室怎么走？就在那儿啊，谢谢啊，你跟我进来吧。妈，这是医院，你不要跟大夫吵。我不跟他吵，我要是不跟他吵，他连化验都省了。哎呀，好了。怎么了？还是不舒服是吗？来，坐这儿歇一会儿。你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把化验单去给大夫看一眼，马上就出来。妈，你待人要和气一点，不要跟人吵架了。行了，我不会吵的。放心吧。你刚才没说你女儿怀孕啊？这样吧，开的药呢，能不吃最好不要吃，让她看看，对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有好处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她怀孕了？是啊，你不知道？怀孕多久了？应该有2个月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她离婚都半年了。那你说，她这是跟谁的孩子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女儿结婚2年多都没有怀上，现在离了婚，你反倒说她怀上了？这是化验单上说的吗？化验单也可能是骗人的。我女儿离了婚以后就一直跟我住在一起，检点的很，没有跟任何男人接触过。那你说她是怎么怀的孕？她怎么怀的？你应该去问你女儿，她最清楚了。妈，怎么了？走。妈，你慢点。化验报告说你怀孕了。大
大夫说你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，你离婚已经有半年了，这是谁的孩子？这不可能呀！怎么不可能？这个月你月经来了吗？没有。可有的时候，月经也会推迟的。可化验报告上明明写着你已经怀孕了，是谁的野种？是不是有人非礼你？我们可以去派出所报案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行，我不胡说。可是你得告诉我，这是你跟谁的孩子？别走，这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，今天是过不去的。好，不说是吧？我会去你们单位了解，看最近你跟谁在一起鬼混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啊！你别乱猜了。孩子是邹姐的。什么？你们不是已经离婚半年多了吗？2个月以前，我们有在一起过。邹姐，你要结婚了，不管我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也不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，怀不上孩子。她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，她说宁可去碰死。所以，可我一直都不想回到你身边。邹姐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，我当然爱你了，小芝。我今天把自己交给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，行吗？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我要给你生个孩子。我有了。不想要这个孩子。你给我说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？因为我已经说得很明白，我就不想要孩子。不要让我走掉好不好？我真的害怕，我想回家。如果你今天离开这里，我保证你会后悔。选。别逼我！别逼我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别逼我！先回家吧。好。你谁呀？我是邹姐的媳妇儿。
你又结婚了？你是谁呀？我是周杰前妻的妈妈。赶紧先走吧。阿姨，那我先回家了，有事儿您跟邹杰说吧。自打你跟我女儿离婚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。阿姨，就用阿姨了，改口改得挺快的。小芝她还好吗？她好着呢。你是什么时候又结的婚？2个多月以前。离婚之前已经跟他好上了吗？没有，是离婚以后，别人又给我介绍的。你不用解释，我不想听。阿姨，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小芝她知道你又结婚了吗？知道。我结婚之前有同她讲过。我正好在你们家附近办事，顺道过来看看我过去的女婿。到家里去做什么，阿姨？我不去了。既然你已经结婚了，我就不跟你添乱了。代我向你父母问好吧。鸡汤吗？我不想喝不行，那这是什么汤啊？太难喝了。这是鸡汤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我里面放了点中药，你最近身体不好，帮你补补。我不想喝。忍一忍，一下就喝下去了。干嘛非要我喝呀？不喝也得喝。你要是不喝这个汤，你的这辈子就完了。你要是喝了它，什么事都没了。听话，喝。什么意思？这汤里有什么？别问了，喝吧。进来吧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呀，给你。哎，你给我打开，一会儿闹洒了。这味道怎么那么大呀？里面有麝香啊，味道当然大了。把钱给我。便宜点呗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可这也太贵了，你知道现在的人都没什么钱。你看我像是有钱的人吗？我看你像好心人。那好吧，再便宜5块钱。好。不用掏钱了，我不卖给你的。我给钱，我按照我们说好的钱给你，不就完了吗？可这个药万一不管用怎么办？我的药到现在还没有人说不管用呢。我是说万一。我看你也是不诚心买了，我不卖给你。哎呦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那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芝，你过来，我在厨房呢。妈，你煮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大的味儿。我昨天去医院了，做人流是不可能的，现在监管严，不但要有结婚证，而且男方还得到场签字。我昨天去见邹姐了。你去见她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见见她。你告诉她我怀孕的事儿了？你没有告诉我她又结婚了。你把我的事儿告诉她了吗？我见到她的新娘子了。你告诉他们我怀孕了。你那么着急干嘛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我昨天去要了一个偏方，今天给你去抓的药。一副见效，你把它喝了吧。妈，这是什么药呀？一副就能见效？他们说24小时之内一定见红，要是没有的话，可以再去找他。芝，这个孩子你不能要。你想一下，你挺着个肚子，以后该怎么办？工厂会开除你，就算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他一辈子也要背着私生子这个名字。你拖这个孩子，今后还怎么嫁人？我不逼你，可是你要想想后果。谁呀？谁呀？外面好像有人敲门。是吗？你去看看吧。谁呀？没人啊。这药真的很喝，我舔过，不苦啊。苦倒不苦，就是有股怪味儿。你赶紧去歇着吧，有什么事马上叫啊。嗯。芝，干嘛呢？出血了，把床单弄脏了，我洗一洗。那你放着，我来洗。你这个时候不能够碰冷水。没事儿，
就洗完了。看来这个药真管用。血出的多吗？挺多的。西宁来信了，你把邮票撕下来吧。我已经撕了。小芝，你好，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气候。这里出现了一个笑话：一个上海的企业给这里的牧民捐了一批蚊帐，他们主观地认为这里的蚊子跟上海的蚊子一样多。可牧民拿到了蚊帐之后，一头雾水，因为这里就没有蚊子。这是典型的主观加官僚主义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实际调查，才有了这样的笑话。主观主义，害人不浅啊！铁蛋你是认识的，就是那个曾经和你扳过手腕的孩子，他的妈妈你是知道的，也到我们这里了。他妈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铁蛋了，他已经被赶出了原来的家，没有人管了。你替我看一下这个孩子，想法照顾一下他。铁蛋儿，你谁呀？我是陈老师的学生，他让我过来照顾你，看看你。哦，我认识你，你就是那个漂亮姐姐。是，我们俩还掰过手腕呢。切，我怕输才没给你掰。你有吃的吗？我好饿呀。有。慢点，别噎着。这什么呀？什么味儿啊？那壶不能用了，前天半夜我尿进去了。铁蛋儿，哥，你怎么来啊？妈来信说你一个人快成流浪汉了，让我过来照顾你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他哥呀。你谁呀？陈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儿。陈老师啊，哈哈，就是那个和我妈混一块那男的吧？哥，你不能这么说啊！你不能这样说陈老师。我就讨厌你说那老陈。哥，你有偏见。老陈这人挺好。行，就按你说的，老陈是好人。我看你这儿也没什么收拾的了吧？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要带他去哪儿？你管？你不能带他走。陈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儿。你要再拦着我，你就不客气了。哥，他可是我亲弟弟啊。哥，他是好人，你别这样。走，跟哥走。姐姐，那我跟我哥走了，谢谢你来看我，也谢谢你的发糕。哥，等一下，我去拿我的音标。那你跟老陈说一声，我跟我哥回乡下去，他不要担心。